三伏天，長安城最毒嗰幾日，太陽大到連地下嘅青磚都曬到發白。有個穿綾羅嘅貴人坐喺涼亭裏頭，僕人捧住一個銀碗行埋去，碗裏頭裝住嘅係一堆碎到閃閃發光嘅冰。佢用銀匙羹挑起一啖，含落口，成個人由喉嚨涼到落胃，啖咗口氣，舒服到眯埋眼。就喺呢個時候，離佢唔夠半條街嘅市集口賣魚嗰個阿伯就冇咁好彩啦。佢一朝早撈翻嚟嗰幾條鮮魚，擺到晏晝，魚腮已經由鮮紅變咗暗灰，魚肚開始發脹。嗰陣腥臭味喺熱氣裏頭蒸反出嚟，分到自己都頂唔順。佢冇辦法，唯有壓低個價，鬼咁大聲咁嗌：平賣啦，平賣啦，再唔買就臭晒啦！過路嘅人捂住個鼻就行開，冇人理佢。你睇下，同一個城，同一片天，同一個曬到爆嘅太陽，一邊上有人捧住成碗冰當糖水咁嘆，另一邊上有人連幾條魚、幾個時辰都留唔住。呢個就係古代夏天最赤裸嘅一道分界線。我哋而家隨手開個雪櫃，裏頭嗰格製冰盒，撳一撳就有冰跌出嚟，仲嫌佢出得太慢。雪糕、汽水、凍啤酒，想嗌就嗌，根本唔會當佢係一回事。但你有冇認真諗過一個問題？喺一個冇電、冇壓縮機，連製冷呢兩個字都未發明出嚟嘅年代，古人到底點樣喺夏天整返一啖冰出嚟？你可能即刻回答：床落地窖咪得咯，井水都幾涼啊！但事情真係冇咁簡單，井水涼，涼極都係涼水一杯，佢凍唔到結冰，更加保唔住肉。而你想喺7月嗰陣捧出一碗真真正正硬邦邦會化水嘅冰，呢件事背後嘅難度大到你而家根本想象唔到。因為夏天嘅冰唔係夏天整出嚟嘅，佢係上一個冬天老天爺結落河面嗰陣，俾人用命同心機一塊一塊鑿落嚟，藏起身，再死死咁守住成半年，先至能夠喺最熱嗰日重見天日。呢碗冰由結冰嗰一刻計起，到入到貴人個口，中間隔咗成個春秋，佢經手過幾多人，挨過幾多關，化咗幾多落去先剩返。呢啲每一粒其實都貴到離譜。所以喺古代，夏天有冰炭呢件事從來都唔係一件普通嘅消暑小事，佢係一道明明白白嘅階級線。線嗰邊係皇親國戚，係皇宮貴胄，佢哋夏天起冰山灌冰酒，熱到要着多件衫。線呢邊係黎民百姓，係賣魚嘅阿伯，係成街係食嘅平頭百姓。佢哋唯一同酷暑鬥嘅本錢就係一身汗同一條命。一啖冰就咁樣將兩個世界分得清清楚楚。我成日都覺得要睇一個時代真正嘅樣，你唔好淨係睇佢嘅皇宮幾金碧輝煌，佢嘅詩詞幾風花雪月，你去睇佢喺最熱嗰日啲人係點樣過嘅，你就乜都明晒。有人喺亭裏頭嘆冰，有人喺日頭底下捱，呢兩幅畫擺埋一齊，先至係真實嘅古代夏天。咁問題就嚟啦，呢一片救命嘅寒氣到底係點樣由冬天一路捱到夏天嘅？嗰啲作冰嘅人又係喺一種點樣嘅光景下，半夜落到結冰嘅河面度攞返呢啲比命仲貴嘅嘢？呢啖看似簡單嘅清涼背後藏住嘅係一場古人同老天爺鬥咗幾千年嘅硬仗。我哋就由最源頭嗰一塊冰慢慢講起。想攞夏天嗰啖冰，你首先要諗通一件事：冰邊度嚟？古人冇本事自己整冰，但佢哋有一雙眼，識得睇天。佢哋發現一年360幾日，得冬天嗰幾個月，老天爺會免費派冰。一入臘月，北方嘅河湖池塘水面慢慢就會結起一層硬殼，愈凍愈厚。呢層冰就係老天爺一年一度掉落人間嘅一份禮。但呢份禮唔係話你想攞就攞得到。古人好快就摸清咗個規律，唔係一入冬就落手作。冰太薄，你一踩落去就裂，整塊碎晒，根本冇用。要等到一年裏頭最凍最折磨人嗰幾日，即係我哋而家講嘅3、9天，北風哭到面都割損，出嚟嘅氣一出口就變白煙。呢個時候河面嗰層冰先至結到最實最厚最夠份量。古人喺《詩經》裏頭早就寫低咗一句：二之日，作冰沖沖，講嘅就係臘月最凍嗰陣，一班人喺河上作冰。沖沖兩個字就係斧頭鑿落冰面嗰種悶響，一下一下響成一片。而你以為攞冰係幾浪漫嘅事？錯，
呢件事係真真正正用命去換返嚟嘅。你試下想象嗰個場面，天未光，成班作兵嘅人就要起身落河，佢哋着嘅唔係而家嗰啲羽絨，係單薄嘅麻衫，好少少先有件破棉襖，腳下踩嘅係一望無際嘅冰面，寒氣透過草鞋一路鑽入骨頭裏頭，河面上嘅風冇遮冇攔，刮過嚟嗰陣似刀咁。佢哋手裏揸住嘅係一柄長長嘅冰柴，劈頭打成尖嘴或者扁刃，要一下一下鑿落冰面，鑿出一道道裂痕，再將成塊冰撬起鋸開，切成一塊塊四四方方有規有矩嘅冰磚。呢種活係冇得偷懶嘅，冰鑿落去要夠力夠準，鑿得太淺冰唔斷，鑿得太狠人就連埋自己跌落冰窿。你試下喺零下10幾度嘅環境連續做幾個時辰，呢種重體力，雙手好快就生晒凍瘡、紅腫、爆拆、流膿水，睇到啲冰碴擦過去，痛到入心。再做落去，成隻手會凍到完全冇晒知覺，條柄揸喺手裏都唔知自己有冇揸實。老一輩作兵嘅人有句話講得好凄涼，話冬天落河作兵，冰刀切肉都唔出血。點解？因為你隻手已經凍到麻木，血都唔流得順，皮肉俾冰刃割開，你當下根本唔覺痛，要等返上岸，身子暖返少少，嗰陣傷口先慢慢痛起身，滲出血嚟。你諗下，係幾寒嘅冰，先至能夠將一隻活人嘅手凍到呢種地步啊！仲有更 dangerous 嘅，冰面睇落硬，其實周身陷阱，有啲位結得唔夠實，薄薄嗰層你睇唔出，一腳踩落去，咔嚓一聲就破，成個人直插落冰水裏頭。臘月嘅河水凍到能夠即刻奪命，落咗水嘅人衣服一濕就重過千斤，手腳瞬間僵硬，就算撈飯起身，濕透嘅身子喺北風裏頭行返到岸都未必捱得住。每一年因為作冰丟咗條命嘅人從來都唔少，佢哋大多數係奴僕，係民夫，係比賣魚阿伯更加底層嘅人。點解一定要喺最冷嘅日子做？因為只有最凍嗰幾日冰先夠厚，冰夠厚鑿出嚟嘅冰磚先夠實淨，運嘅時候唔易碎，藏落窖裏頭先耐得久，化得慢。古人冇溫度計，佢哋判斷冰夠唔夠全靠經驗同肉眼。佢哋會用腳踩，用銅試，聽聽個聲，清脆響亮嘅係實冰，悶啞大空嘅底下可能有水，踩唔得。佢哋仲會睇冰嘅顏色同紋路，通透清藍嗰種係老冰好冰，泛白帶氣泡嗰種係新結嘅異化。呢啲全部都係一代一代用人命用血汗換返嚟嘅經驗。鑿起一塊塊冰磚之後，仲要趕住運，一定要趁天未暖，趁夜深，趁清晨，用車用人力將啲冰一路拉返去窖裏頭，運得耐化得快，所以呢一程都係爭分奪秒。沿路啲冰仍然喺度悄悄化水，滴滴答答，化嘅每一滴都係之前個刀斧白白鑿出嚟嘅。你睇由頭到尾，冰都未入到任何人個口，但已經搭咗幾多人手，幾多寒夜，幾多血同凍瘡落去。一塊喺夏天閃閃發光嘅冰，佢嘅出身係咁樣嘅一個冬天，北風冰水麻木嘅手，隨時陷落去嘅冰面，同埋嗰啲作冰人沉默低頭一下一下鑿落去嘅背影。呢度就解釋翻開頭嗰個謎，點解夏天嗰啖冰咁矜貴？因為佢嘅成本由攞嘅嗰一刻起就已經係用命去計嘅，但攞到冰仲只係第一步，鑿得反你都要守得住先得。一塊冬天嘅冰點樣可以喺地底捱足成半年死都唔化？呢門手藝先至係古人真正嘅本事，而呢門手藝早喺幾千年前嘅周朝就已經有一套成熟到驚人嘅制度喺度管住。管冰嘅仲係個正經官，你估管冰呢件事係咪等啲下人隨便搞掂就算？唔係，早喺3000幾年前嘅周朝，朝廷已經將管冰呢件事正正經經設成一個官職，有名有姓，叫做伶人。伶呢個字本身就係冰嘅意思，伶人直譯過嚟就係管冰嗰個人。你聽落覺得好得意，堂堂一個朝廷設個官去睇住啲冰，但你睇真啲周禮裏頭嘅記載，你就會發現呢個唔係閒職，佢手底下係一套完完整整運作精密嘅系統。周禮寫得幾清楚，伶人呢個職位底下管住一大班人，有負責實際操作嘅下士，有做雜役嘅府、史、衰、徒，加埋成幾十上百號人。
咁多人一年到晚就做一件事同冰打交道。冬天嗰陣，佢哋要組織人手落河作冰、運冰、入窖；到春夏就要睇住啲冰，計住損耗，按時按規矩將冰分發出去。令人最大嘅一項任務就係藏冰，但藏幾多呢度有講究。周禮裏頭有句話好出名，叫令人長冰，正歲十有二月，令斬冰，三其零。三其零三個字翻出嚟意思係你夏天想用幾多冰，冬天就要藏佢嘅3倍。你估下點解要藏咁多？因為損耗大，冰藏喺地底，就算保溫做到幾足，佢都係日復一日咁慢慢化。藏10塊，捱到夏天化剩3兩塊係常態。所以古人好早就摸通咗呢條數，你想夏天有一份冰用，你冬天就要預備3份落去，先夠你蝕得起。三其零呢3個字背後係古人對損耗嘅一種血淋淋嘅認識。咁藏返嚟嘅冰用嚟做乜？喺周朝呢啲冰絕大部分都係供俾皇室同貴族用嘅。夏天祭祀，供品要保鮮，要用冰；宴請賓客，酒水要冰鎮，要用冰。到咗有喪事，遺體要停幾日，更加要靠冰鎮住，免得腐壞。古人為咗呢件事，仲專門整咗一件器皿叫冰鑑。呢個冰鑑係一個雙層嘅大銅器，外層同內層之間有一圈空位，你將冰放喺嗰圈空位度，中間個膽就用嚟擺酒擺食物。咁一嚟，塊冰嘅寒氣透入去，裏頭嘅嘢就保到鮮，鎮到涼。呢個就係幾千年前嘅冰箱加空調2合1，而且做工精美到後世出土嗰幾件睇到啲人都嘆為觀止。講到呢度，你就摸到一個反常識嘅重點啦。喺周朝，冰唔單止係攞嚟消暑享受咁簡單，佢係禮制嘅一部分，係權力嘅象徵。點解咁講？因為冰嘅分配係嚴格按身份嚟嘅，皇帝用得幾多，諸侯用得幾多，大夫用得幾多，呢啲都有明明白白嘅規矩，你唔可以僭越。一個官夏天能唔能夠分到冰，分到幾多，直接就反映佢喺成個朝廷裏頭嘅地位有幾高。塊冰喺度係一張睇得見嘅身份證，所以朝廷點解要專門設個伶人去管，就係因為冰咁矜貴，咁有講究，佢牽涉到祭祀，牽涉到禮數，牽涉到身份秩序，絕對唔可以亂嚟。一件關乎禮制嘅大事，梗係要有專人專制度去打理。你而家明納伶人呢個官，管嘅表面係冰，實際上管嘅係一套權力同身份嘅秩序。仲有藏冰呢件事喺古人心目中仲帶住一種近乎神聖嘅意味。古人認為冬天藏冰，夏天出冰係順應天時，調和陰陽嘅一件大事。冬天係陰氣最盛嘅時候，你將寒冰收埋；夏天係陽氣最盛最熱嘅時候，你將寒氣放返出嚟，等佢去平衡呢股酷暑之氣。喺佢哋嘅觀念裏頭，藏冰唔係單純儲存，而係一種參與天地運行嘅儀式。出冰嗰陣，仲要用黑色嘅公羊同黑色嘅儲米去祭祀寒之神，搞到好隆重。你睇，由作冰匆匆嘅詩經到三其零令人長冰嘅周禮，呢啲全部都係白紙黑字記喺最正經嘅典籍裏頭嘅。呢就證明咗一件事，古人為夏天攞冰呢件事，絕對唔係臨時起意，得有錢人玩下咁簡單。佢係一套延續咗幾千年，有制度、有官職、有禮儀嘅大工程。一塊小小嘅冰，背後撐住嘅係成個國家機器嘅運作，而呢一切嘅根本都落返喺一個最實際嘅問題度。你點樣令到塊冰真係唔化？伶人管得幾嚴，制度定得幾密。如果嗰啲冰一撞落去就化晒水，咁一切都係空談。所以真正決定呢場仗贏定輸嘅唔係個官，係嗰個撞冰嘅窖。古人到底用咗啲乜方法，先至能夠喺冇任何製冷技術嘅情況下，將一窖冰實實在在咁流到落夏天？冰呢種嘢，你將佢擺喺台面，幾個鐘就化成一灘水，但古人偏偏可以將佢困住成半年。佢哋靠嘅係一個掘喺地底深處嘅窖，加上一套睇落簡陋，實際上精到嘅保溫法門。我哋先講個窖係點掘嘅。藏冰嘅窖，古人叫靈陰，後世叫冰窖。呢個窖絕對唔係喺地面隨便搭間屋咁簡單，而係要往地下深深咁掘落去。點解一定要掘深？
因為地底有個好處，越往下溫度越穩定，地面嘅氣溫夏天可以熱到40度，冬天又跌到零下，一年到晚上落幾十度。但你掘落地底幾米深，嗰度嘅溫度一年四季都差唔多，長年維持喺一個偏低嘅水平，而且唔受外頭、日頭同熱風嘅影響。古人未必講得出地溫恒定呢個原理，但佢哋用經驗摸通咗，窖掘得越深，裏頭越涼，冰就藏得越耐。所以一個正經嘅冰窖往往要掘落地底好幾米，有啲大型嘅深到要搭梯先落得到底。掘好個窖，接住就係層層疊疊嘅保溫功夫，呢度先至係真正嘅學問。古人發現冰之所以化，係因為外頭嘅熱鑽入嚟，咁點算？就係想盡辦法喺冰同外界之間墊多幾層嘢，將啲熱擋喺出面。佢哋用嘅係最就手、最平嘅天然材料，厚厚嘅泥土、曬乾嘅稻草、新鮮嘅穀糠，有時仲會鋪一層蘆葦席。落冰嗰陣，啲程序係一套套嚟嘅，先喺窖底鋪一層厚厚嘅稻草，做最底嘅墊，再將一塊塊冰磚密密實實咁疊上去，塊同塊之間唔留空隙，因為有空隙就有空氣流動，一流動就傳熱，冰就化得快。疊滿一層，就喺面鋪多一層稻草同穀糠，再疊第二層冰，咁一層冰一層草，一直疊到接近夠頂，到最後上面再壓一大疊稻草，鋪一層厚泥，將成個窖口封到密密實實，只留極細嘅通道。呢套做法廣泛到底，就係而家所講嘅隔熱保溫。稻草、穀糠呢啲嘢本身鬆軟，入面藏住好多靜止嘅空氣，而靜止嘅空氣係一種極好嘅隔熱材料，佢能夠大大減慢熱量傳入嚟嘅速度。古人當然唔識講空氣導熱係數低呢種話，但佢哋一代一代試落嚟，就係發現用呢啲鬆軟乾爽嘅嘢圍住塊冰，佢化得最慢。佢哋撞啱咗一個物理上嘅道理，然後將佢用到極致。有錢嘅大戶人家仲會做得更加足，佢哋唔單止用泥同草，仲會起雙層嘅窖牆，兩層牆之間又夾一層隔熱嘅嘢，窖底窖壁會鋪新席，定期更換。有啲講究嘅，仲會喺窖裏頭掘細溝，等啲化出嚟嘅水可以順住條溝流走，唔會浸住下面嘅冰，因為冰一浸住水，化得就更快。呢啲細節普通人家根本做唔起，亦諗唔到咁周到。呢就係貧富之間喺一塊冰上面又拉開嘅一道距離。但話說反轉頭，就算你做到幾足，冰始終都係會化。呢個係古人點都跨唔過去嘅一道坎。我哋講反之前周禮裏頭嗰句三麒麟，夏天要用一份，冬天要藏3份，呢3倍就係血淋淋嘅損耗換返嚟嘅經驗。但實際情況有時仲慘過呢個數。一個保溫做得普普通通嘅窖，你冬天落10塊冰落去，挨到3伏天，你揭開窖口，能夠完完整整捧得出3兩塊，你已經要偷笑。其餘嗰7、8塊，早就喺呢半年裏頭無聲無息咁化成水，滲入泥土，消失得無影無蹤。你諗下呢個畫面，冬天嗰陣，幾多人冒住生命 dangerous 喺結冰嘅河面上，用凍到流膿嘅手一出一出鑿返嚟嘅冰，一車一車趁夜運返嚟，搬落幾米深嘅窖裏頭，疊到成個窖滿滿當當。佢哋封好窖口，以為大功告成，但其實由封窖嗰一刻起，呢一窖冰就開始日夜不停咁縮水，一日化一啲，一日少一啲。等到夏天揭開，10成裏頭剩返2、3成。換句話講，你冬天挨嘅命出嘅力有成7成係化咗水白做嘅。而正正係呢個驚人嘅損耗率，解釋返開頭嗰個謎。夏天嗰塊冰點解貴到普通人睇都唔敢睇？道理好直接，塊冰本身就難攞，要等最凍嘅天，要落河搏命攞翻嚟之後，藏嘅成本又高，要掘深窖，要鋪草鋪糠，要專人睇住，最後藏咗咁耐，10塊得翻2、3塊。咁你將冬天嘅人力、冰窖嘅成本全部攤落剩低嗰2、3塊冰度，每一塊嘅身價自然就被推到一個普通人想都唔敢想嘅高度。所以夏天能夠嘆冰嗰啲人，佢哋嘆嘅根本唔係一啖涼，佢哋嘆嘅係由臘月一直留到3伏嘅整整半年時光，係幾多人用命作，用心機藏，最後
又眼白白睇住化成嗰一點點嘅稀缺到極點嘅東西。冰嘅成本既然咁高，咁佢落到市面究竟會賣幾錢？啲有錢人又係點樣用呢啲貴重到離譜嘅冰？去過佢哋一個凍冰冰嘅夏天，到咗唐宋兩朝，呢門生意終於熱鬧起身啦。到咗唐朝，有錢人嘅夏天係凍嘅，凍到要着多件衫。呢句話聽落似講笑，但佢係真嘅。唐朝最出名嗰單就係楊貴妃，梁家幾兄妹得寵嗰陣，富貴到一個匪夷所思嘅地步。佢哋夏天點樣消暑？佢哋會嚟大量嘅冰，堆成一座座似真山咁高嘅冰山，擺喺宴會嘅廳堂四圍，賓客坐喺中間飲酒傾偈，周身俾幾座冰山圍住，寒氣一陣陣咁撲埋嚟。盛夏7月，出面熱到爆，佢哋廳裏頭涼到啲客人要披返件薄衫先頂得順。有記載話，有人喺楊家赴宴，明明係大熱天，坐到要打冷震。你諗下，嗰個排場出面係曬到青磚發白嘅三伏天，楊家廳裏頭係幾座用無數冰磚堆出嚟嘅冰山，寒氣逼人，衣香鬢影。一座冰山要用幾多冰？嗰啲冰背後又係幾多人嘅命同心機？楊家眉頭都唔皺一皺，就咁將佢哋當成消暑嘅擺設堆喺度任佢化。呢種豪車已經唔係享受咁簡單，係赤裸裸嘅炫耀。我有本事將成個冬天嘅寒氣搬入我嘅廳堂，圍住我飲酒，呢就係冰喺權貴手裏嘅樣。佢係一件用嚟擺譜嘅奢侈品。但去到宋朝，情況就開始有啲唔同啦。宋朝嘅城市商業空前咁繁榮，汴京即係而家講嘅開封，成個城熱熱鬧鬧，街市通宵達旦。喺呢種環境底下，冰終於由權貴嘅廳堂走落咗民間嘅街市，變成一門做得成嘅生意。孟元老有本書叫《東京夢華錄》，專門記返當年汴京嘅市井風光，裏頭就寫到，一到夏天，街邊就有人擔住冰沿街叫賣，仲唔係淨賣塊冰咁簡單，佢哋將冰同各種甜嘢、果汁、藥材溝埋一齊，整成一款款消暑嘅冰飲。書裏頭記到嘅有冰雪甘草湯、冰雪冷丸子呢啲，聽個名都覺得涼浸浸。仲有更高級嘅叫雪鋪梅花酒、雪鋪豆兒水，將冰雪溝入酒同飲品裏頭，夏天飲落由心都涼反晒。你可以想象嗰幅市井圖，汴京嘅夏天，街邊一檔接一檔，有擔住木桶嘅小販，桶裏頭擺住冰同各式甜水，賣冰雪辣，嗰把吆喝聲喺熱氣騰騰嘅街市裏頭聽落特別動人。過路嘅人停低，使幾個錢買一碗冰鎮嘅甘草湯，一啖落肚，成個人精神反晒。茶坊酒肆裏頭，啲伙計將冰鎮過嘅梅花酒端俾客人，杯壁上結住一層水珠，成條街就咁喺暑氣同涼意之間活絡起身。呢個變化係一件幾了不起嘅事，佢意味住冰唔再係單純藏喺皇室同貴族窖裏頭嘅金在，而係開始變成一種可以買賣、可以流通嘅商品。市民階層抬頭，城市經濟發達，催生出咗一個真真正正嘅冰市。喺楊家手裏，冰係堆嚟睇嘅冰山；喺汴京嘅街頭，冰係一碗碗能夠換錢嘅甜水。同一樣嘢行落民間先至變咗一盤生意，但你千祈唔好以為冰到咗宋朝就變成街知巷聞、人人飲得起嘅嘢。唔係，佢仲係貴。能夠喺街邊買碗冰雪甘草湯嚟飲嘅，多數都係城裏頭有幾個閒錢嘅市民、過路嘅商客、貪得意嘅文人。對住成個城裏頭大多數嘅星斗市民，對住城外面朝桑暮田嘅農戶嚟講，夏天買冰飲呢種嘢依然係一種輕易使唔起嘅享受。冰落咗民間，係擴闊咗佢嘅受眾，但佢嗰度階級嘅門檻從來都未真正消失過。佢只係由淨係皇親國戚先掂得到，放寬到城裏頭有幾個錢嘅人偶然嘆得起，僅此而已。而真正能夠將嘆冰嘆到極致嘅，依然係最頂層嗰班人。宋朝嘅皇室達官貴人夏天用冰嘅排場一啲都唔輸俾唐朝。佢哋有專門嘅冰窖，有充足嘅供應，飲嘅食嘅樣樣都鎮住冰，涼浸浸咁過完成個夏天。所以你睇，由唐到宋，冰行咗一條好有意思嘅路。佢由楊家廳堂裏頭一座座用嚟炫富嘅冰山，
慢慢走落汴京街頭，變成一碗碗擔住嚟賣嘅甘草湯。呢條路睇似係兵喺一步步走近平民，但你只要追問落去，一碗冰雪甘草湯到底賣幾錢？一個普通汴京市民一日嘅工錢夠唔夠佢買幾碗？你將呢筆賬實打實咁算一算，你就會發現嗰度橫喺有錢人同窮人之間嘅鴻溝，其實從來都未填平過。呢筆賬我哋而家就嚟算清楚佢，我哋而家就實打實咁算一算夏天嗰塊冰究竟值幾錢？呢筆賬一算出嚟，真係嚇你一跳。古時有個出咗名嘅講法，叫冰寒於水，價高於金，意思係夏天嗰塊冰論身價，有時貴到可以同金比。呢句話聽落似係誇張，但你將之前嗰套成本邏輯擺出嚟，你就明佢一啲都冇講多。我哋順反之前嘅道理捋一捋，一塊夏天嘅冰，佢嘅命價由冬天就開始計，先要等最凍嘅天，人落河搏命去鑿嘅過程，死人傷人係常事。鑿返嚟要趁夜運，要掘幾米深嘅窖去藏，要鋪草鋪糠，要專人睇足半年，最後藏10塊得返2、3塊，70%化咗水。你將所有呢啲成本、人命、人力、窖嘅造價、半年嘅損耗，全部攤落剩低嗰2、3塊冰度，你話佢能唔貴？到咗最熱嗰幾日，即係冰最矜貴、需求最大嗰陣，價錢仲會再翻幾番。有記載講過，盛夏時節一塊冰嘅價可以炒到平時幾倍，甚至幾10倍。我哋將佢折算反做普通人睇得明嘅嘢，同一筆錢，你攞去買冰，可能換到嘅冰冇幾多，但你攞去買米，夠你一家人食上好多日；你攞去扯布，夠做幾件衫。一個做粗活嘅平民，辛辛苦苦做足一日，賺返嚟嘅工錢，分分鐘連一小塊冰都買唔起。你將呢個數擺出嚟，你就真真正正體會到嘆冰呢兩個字背後嗰度幾深嘅階級鴻溝。一邊廂有人將冰堆成山，任佢喺廳堂度白白化水；另一邊廂有人做足一日，連一小塊解暑嘅冰都掂唔起。同一樣嘢喺兩種人手裏係兩個完全唔同嘅世界。咁窮人夏天點過？佢哋有佢哋嘅捱法，冇冰就靠井水。一朝早喺井裏頭打翻桶水上嚟，嗰陣水帶住地底嘅涼氣係微微涼嘅。佢哋會將啲瓜果剩飯用繩吊落井裏頭，浸喺貼近水面嗰度，借住井底嘅涼，勉強保一保鮮，降一降溫。要飲就飲口井水，要透涼就由棵大樹，坐喺樹蔭底下，搖住把蒲扇，或者乾脆跳落河裏頭泡一泡。佢哋同酷暑鬥嘅全部本錢就係一口井、一棵樹、一把扇、一身汗。講到底就係一個字：捱。捱過白日最毒嗰幾個時辰，捱到入夜風起，捱過一整個夏天。講到呢度，有一件事最值得講，就係賜冰。喺古代，皇室藏落嘅冰絕大部分係自己用，但去到夏天，皇帝有時會拎一部分出嚟賞賜俾朝中嘅官員，呢個就叫賜冰。能夠分到一份御賜嘅冰，喺當時啲官員心目中係一件幾大嘅體面。佢哋唔單止唔會覺得呢係應份，反而會當成皇恩浩蕩嘅天大恩典。好多文人官員收到賜冰，仲會鄭重其事咁寫詩去謝恩，字裏行間滿滿都係感激同誠惶誠恐。你細心咁諗一諗呢件事，會覺得幾耐人尋味。一塊冰嘢落到一個朝廷命官手裏，佢居然要寫詩謝恩，點解？因為佢知道呢塊冰幾矜貴，更加因為佢知道呢塊冰係皇帝賞俾佢嘅，係一種恩寵，一種身份嘅認可。你今年夏天分唔分到冰，分到幾多，直接反映咗你喺皇帝心目中嘅份量。冰喺度根本唔單止係解暑，佢係一件由上而下用嚟籠絡人心，用嚟標示親疏遠近嘅工具。由賜冰呢個制度，你就睇到成個古代社會嘅資源係點樣運轉嘅。最矜貴嘅東西先牢牢咁掌握喺最頂層手裏，然後由頂層一層一層咁賞賜落去。你離權力中心愈近，你分到嘅就愈多；你愈底層就愈輪唔到你。一塊冰嘅去向清清楚楚咁畫出咗一個金字塔，塔尖嘅人將佢當擺設當欣賞，塔底嘅人連佢嘅邊都掂唔到。所以反到最初嗰個畫面亭裏頭，嘆冰嘅貴人同街口賣臭魚嘅阿伯，
佢哋之間隔嘅從來都唔係一塊冰咁簡單，佢哋之間隔嘅係成個社會資源分配嘅鴻溝。塊冰只係將呢條鴻溝喺最熱嗰日照得格外清楚而已。不過故事去到呢度，本來好似已經定晒迎兵，呢種嘢似乎注定就係老天爺同權力嘅專利，窮人永遠冇份。但係偏偏喺唐朝，有人撞穿咗一個秘密，一個連老天爺都幫唔到你嘅情況下，居然可以喺大熱天自己人手整冰出嚟嘅秘密。呢個發現差啲就改寫咗成個遊戲嘅規則。一直以嚟，我哋講嘅冰全部都係靠老天爺賞面，要等冬天結冰，要有河，要有夠大嘅地方掘窖去藏。呢套玩法天生就將冰鎖死喺有權有勢嘅人手裏。但喺唐朝中後期，有人撞穿咗一件足以顛覆呢套規則嘅事。原來大熱天都可以自己人手整冰出嚟。呢個秘密藏喺一種叫硝石嘅嘢裏頭。硝石呢種礦物本來唔係拎嚟整冰嘅，佢一開始係用喺製火藥、做藥材呢啲方面。古人喺採礦煉丹嘅過程裏頭接觸得多，但唐朝有人喺一次偶然之間發現咗硝石一個匪夷所思嘅特性，將硝石放落水裏頭，佢溶解嗰陣會大量咁吸走周圍嘅熱，水嘅熱被吸走，溫度就會急速咁跌到一定程度，水居然就咁結成冰。呢個喺而家睇係一個好基本嘅化學常識。硝石即係硝酸鉀，溶喺水裏頭係一個強烈嘅吸熱反應，可以令水溫降到結冰。但喺1000幾年前，有人單憑觀察、單憑試就撞穿咗呢個秘密。你諗下，係幾驚人嘅一件事。佢哋唔識寫化學方程式，佢哋只係親眼睇住一盤好地地嘅水，放咗硝石落去，攪一攪，過咗陣，盤邊居然結起冰嚟。喺一個三伏天，喺一個完全唔靠老天爺嘅情況下，人第一次靠自己嘅雙手整咗冰出嚟。你想象反發現呢件事嗰個人當時嗰種震撼，佢可能本身只係喺度溶硝石做佢手上嘅活，點知一摸個盤涼到刺手，再睇水面結咗冰，佢嗰一刻嘅心情大概又驚又喜。呢個簡直係奪咗老天爺嘅權。呢個發現意義重大到點？你諗返之前嗰套邏輯，冰之所以貴，貴就貴喺佢嘅天生限制。你一定要有冬天嘅嚴寒，一定要有結冰嘅河湖，一定要有夠大嘅地方同財力去掘窖，去藏足半年。呢幾個條件加埋一齊，就將冰牢牢咁綁死喺權貴手裏，得佢哋先有河、有窖、有人手、有財力去玩呢場半年嘅遊戲。但硝石造冰一刀就斬斷咗呢條繩。佢令到整冰呢件事唔再需要等冬天，唔再需要結冰嘅河，唔再需要掘深窖，唔再需要忍受70%嘅損耗。你只要有硝石有水，你隨時隨地即整即有。理論上講，呢個發現一出，冰應該就要平民化，要飛入尋常百姓家先啱。遊戲規則似乎就要喺呢一刻徹底改寫。不過事情冇咁理想，呢度我要老老實實同你講清楚呢門技術嘅局限，因為佢係真實歷史嘅一部分，唔可以唯講好嘅一面。第一，硝石本身唔平，佢係一種礦物，要採要提煉，產量有限，價錢唔低。你想用硝石做冰，你首先要買得起足夠嘅硝石，對普通人嚟講，呢個成本一樣係負擔。第二，產量同規模上唔去，靠硝石溶水降溫，一次整到嘅冰其實唔多，而且過程要反覆操作。你想似冰窖咁一次性儲起幾十幾百塊冰，硝石做冰係做唔到嘅。佢適合小批量即時整，但難以大規模供應。第三，仲有一個關鍵，硝石溶咗之後，理論上係可以將佢由水裏頭重新提煉返出嚟，循環再用嘅。但呢套提純嘅工序喺當時唔係人人都識都做得起，做唔到回收，每次都用新硝石，成本就更加頂唔順。所以你睇，硝石做冰呢個發現本身係石破天驚嘅，佢喺技術上確實打破咗冰嘅天生壟斷。但喺現實裏頭，因為硝石嘅成本同產量限制，佢平民化嘅呢條路行得依然好慢好慢。佢冇令到一夜之間人人有冰炭，佢只係喺權貴嘅壟斷上面撕開咗一道口。冰嘅供應由淨係靠天，淨係靠窖，多咗一條靠人手化學製冷嘅新路。呢條路雖然窄，但佢係真真正正存在嘅一條新路。
到咗後世，隨住燒石造兵嘅法門慢慢流傳，人手整兵嘅技術慢慢成熟，兵飲兵品先至能夠一步一步真真正正咁行入更多人嘅生活裏頭。呢個過程行咗好長好長嘅時間，但你唔可以否認唐朝嗰個撞穿秘密嘅人，佢嘅分量。喺嗰一刻，人類第一次唔再淨係伸手問老天爺攞兵，而係靠自己嘅觀察、自己嘅雙手，喺最熱嘅夏天逼出咗一啖寒氣。呢種唔認命先至係成件事最動人嘅地方。講咗咁多兵點作、點藏、點賣、點用，仲有點樣靠燒石去整，但喺所有呢啲兵嘅背後，其實一直企住一班人，佢哋經手過無數塊兵，但佢哋自己可能一世都未曾喺夏天真真正正嘆過一啖。我哋講咗成日嘅兵，講嗰啲嘆兵嘅貴人，起兵山嘅楊家，寫詩謝恩嘅官員，但有一班人由頭到尾都企喺呢啲故事嘅背景裏頭，冇人記得佢哋個名，亦冇人寫詩讚過佢哋。佢哋就係嗰啲作兵嘅、運兵嘅、藏兵嘅、睇兵嘅人。我哋返去嗰個最冷嘅冬夜，望多眼嗰個作兵嘅人，天未光，佢已經踎喺結冰嘅河面上，一身單薄嘅麻衫，俾北風驟到周身打震。佢隻手揸住冰彩，一下一下鑿落去，虎口震到發麻，雙手生滿凍瘡，紅腫爆拆。佢鑿出嚟嘅每一塊冰都唔係佢嘅，佢鑿只係因為佢要鑿夠數先有得食，先唔會挨罰。佢一世人經手過幾多塊冰，數都數唔清，但呢啲冰塊塊都係運去富貴人家嘅窖，塊塊都係留俾人哋夏天嘆嘅。佢自己大概一世都未曾喺三伏天捧過一啖屬於自己嘅冰。佢同冰最親近嘅時刻係冬天，係佢凍到流膿嘅手貼住嗰啲冰冷切骨嘅冰磚嘅時候。仲有藏冰窖裏頭嗰啲僕人，佢哋一年到晚落落上上嗰個幾米深嘅窖，鋪草、疊冰、封口、睇手。夏天最熱嗰陣，主人要用冰，佢哋就要落去喺嗰個又涼又濕、滴住水嘅窖裏頭，搬出一塊塊冰，捧上去俾主人享用。你話佢哋成日喺冰窖度行走，係咪好涼爽？但呢份涼從來都唔屬於佢哋。佢哋捧住塊冰行上去，塊冰係送去主人嘅廳堂，涼嘅係主人。佢哋捧完又要返落窖裏頭繼續做嘢。塊冰由佢哋手上經過，但涼意過門不入。呢就係最叫人感慨嘅地方。一塊夏天嘅冰由結成嗰一刻到化喺貴人口中，中間經過咁多雙手作冰人嘅手、運冰人嘅手、藏冰人嘅手、捧冰僕人嘅手。呢啲手大多都係粗糙嘅、生凍瘡嘅、做慣粗活嘅手。佢哋親手成就咗別人嘅清涼，但佢哋自己一世都企喺嗰度階級線最底嗰邊，從來都未行得入去過。講到呢度，我反而唔想淨係停喺呢種唏噓裏頭，因為如果你將鏡頭拉得再闊啲，你會睇到另一樣嘢。你睇翻成件事嘅全程，古人冇電、冇雪櫃、冇任何製冷嘅機器，但佢哋偏偏唔肯認命。夏天熱，熱到要命，佢哋唔甘心就咁俾酷暑擺布，於是佢哋諗出咗作冰，趁冬天將老天爺嘅寒氣搶落嚟。佢哋諗出咗撞冰掘深窖、鋪草糠，用盡辦法將寒氣困住成半年。佢哋甚至諗出咗燒石造兵喺最熱嘅天，靠自己一雙手逼出一啖冰，每一步都係人同酷暑同呢個限制重重嘅天地鬥出嚟嘅。呢一連串嘅本事睇落各有各慘，各有各嘅不公平，但合埋一齊睇，佢其實係一部好長好長嘅人類唔認命嘅歷史。由《詩經》裏頭作冰匆匆嗰一聲苦響，到周朝設陵人定三麒麟，再到唐宋嘅兵史、唐人嘅燒石，幾千年裏頭一代又一代嘅人就係咁前赴後繼咁同夏天嘅炎熱死磕。佢哋贏一啲，輸一啲，但佢哋從來都未停過。而最叫我覺得奇妙嘅係今日嘅夏天，你熱，你行入屋，順手一開雪櫃，製冰盒裏頭一排排嘅冰，撳一撳就跌出嚟。你嫌佢出得慢，你嫌佢化得快，你想要幾多就有幾多。塊冰平倒易倒，你根本唔會望佢第二眼。但你而家應該知道啦，你呢一啖隨手可得嘅糧，背後係一條幾長嘅路，係嗰個冬夜河面上作冰人凍到流膿嘅手，係嗰個幾米深滴住水嘅冰窖，係藏10塊得返3塊嘅心痛損耗。
係汴京街頭賣冰雪啦嗰把吆喝，係唐朝某個人第一次望住盤裏頭結出嚟嘅冰，嗰種又驚又喜嘅眼神，幾千年嘅命力、心機同智慧，最後先至濃縮成你今日撳一撳就跌出嚟嘅嗰一粒粒理所當然嘅冰。我哋以為天經地義嘅嘢，其實好多都係前人用咗幾千年一點一點捱出嚟、爭翻嚟、諗出嚟嘅。下次大熱天，你飲嗰啖凍嘢，或者可以喺心裏頭記一記嗰啲喺冬夜河面上低住頭一下一下作冰嘅人，佢哋未曾嘆過呢啖涼，但呢啖涼有佢哋一份。